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3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现在看今日新闻重点：前面交通有高速公路路南的交通量会到平常时1.5倍，高雄清明掠食酒塞车，这暗就掠30件。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全球对顶关税，对中国要扣54%，台湾扣32%，后面扣20%，上紧4月初9正式实施。中共发动对内军演，自称是圆满结束，咱外交部谴责，包括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拢表示关心。新闻一开始，先看这清明假期已经开始后啊，大先来看这交通的状况。高公局是有高速公路路南的交通量，是到平常时1.5倍。因为国道3号清水服务区是对透早就开始车多人多，服务区嘛提早2点钟来开门应付。想要停车，搁要排队。国道3号清水服务区早起出现大量的车潮。清明连假头一天，中部天气真好，有民众7点为嘉义出发上北要到台北陪忙，干那开1点半钟就到台中，路况算真顺。嘉义到这里清水站，在8点半以前我们下来，都很好。都很顺畅。对，北上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清水服务区伫咧国道上北路南的中心点，业者考量清明节特殊的状况避战，提早2点钟营业。二股连假4天会有12万人来，比去年同期成长1.5至2倍。我们预估这4天大概人潮会有大概有12万人哦。是卖场的部分其实有提前到7点营业，提前2个小时哦，因为扫墓的部分都是比较早的。高公局预估，这一天国道交通量是124百万车公里。主要是以路南车潮为主，会达到平常时的1.5倍。早起各以杨梅到湖口、综合系统到园林，还有国三龙潭高原、乌日到快关、中兴到龙井，拢有车较侪的状况。国5是大部分正常。你好走时段部分，像是西部国道的话呢，建议在中午12点后出发；而另外国道5号部分的建议在下午5点后出发。另外，同时可以多利用替代道路、替代国道，像是多利用台6E替代国1、国3。高公局建议，西部国道路南会使选择中昼12点过了后才出发，国5下晡5点了后再上路，注意相关的疏导措施，才当撇开塞车的路段。公司新闻台中台北报道。今年的清明，各地是好天出日，不过观光署的统计，这届咱国内旅游饭店也是订无到5成。不过嘛有这学者是指出讲，即马网络订房间的遮尔方便，也有真侪人是临时才决定要找饭店的，这数字才看起来有较少。清明连假放4天，有人去陪忙，有人会出门佚佗。根据观光署3月26的统计，清明连假4月初3到4月初5这3天的订房率无到5成，干那4成7，而且比去年4成9更较少。感觉算啊伤过晚的时阵，再来讲无咱住在家有再临时。我没有太多的规划，我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有观光系教授观察，伫即阵网络真方便的时代，现代人出门佚佗，就算要过暝，嘛不一定会先订饭店，所以政府统计资料和实际状况就有真差。订房工具变普遍了嘛，所以不会说要提早抢订房间了，所以应该是等假期结束再统计住宿率的时候，应该会再拉高一些。观光署这届统计出来订房率上悬的第一名是马祖，占66%。观光署解说，因为马祖即马是看那目屎的观光大街，加上有配合举办活动，才会成遮侪游客去行搭。也那气象署表示，清明连假这几天天气会小可回温，各地高温平均伫咧23度至28度，不过低温就干那11度至16度，早晚温差也是真凉冷。北部的话，明天的高温就可以来到在23度上下；那中南部的话，可以来到25度；那东部的话，大概有22、23。今仔落雨的部分，气象署表示4月初3和4月初4这2天，北部、中南部是出入的好天，干那东半部会小可落雨，天气算真稳定。不过，若到4月初5到4月初6这2天，各地水汽增加，北部、东半部拢会落雨，中南部是云济乌阴的天气。记者查询林秀凯台北报道。高雄警方清明嘛开始咧掠食酒塞车，敢若早暗这一暗就掠着30件，其中有一个食酒塞车，佮弄红灯随去互警察抓来。因伫咧台中，嘛有一个食酒塞车，甲消防栓规支弄灯移送法办。查甫人装过红灯去互警方抓落来，规身躯拢是酒味，警察也随家做酒测。来，OK。
暴露到地周测达竟然有到1.05毫克姓王的查甫人当场硬去，警方也依照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戒抓起来。前日连假开始，警方抓酒驾无要落软，高雄警方对初二暗到初六执行大执法，动员着管区内面17个分局400外人次警力，分布真侪点，使用基本定点的方式，目的就是要防止酒驾。全力防堵酒后驾车违规行为。统计4月2日，共取缔酒后驾车计30件。然后，伫台中南区的建国南路一段和文心路口，青山半暝有一台轿车甲路边的消防栓弄断，警方到现场处理。不过，这个查甫人表示讲，伊身体无爽快，酒测但是验袂出来，只好到病院做检验。我昨天晚上有啉啦，系啊。你先给他监测。我们发现李姓自小客驾驶，散发浓厚酒味，因男子身体不适，先行送医救治。经实施呼气，酒测值超标。落尾确认，这个查甫人伊的酒测达超过0.6毫克，妨依照公共危险罪嫌上班。详细调查原因，佫需要厘清。警方也强调，连假期间会加强抓酒驾的力头。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搁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全球对顶关税政策，包括对所有进口产品拢要扣10%的税金。若另外针对不同国家，若有对美国无同的扣税比例，嘛要搁再加重扣税。比如讲，对中国就要扣到54%，对台湾扣32%，对这欧盟扣20%，上紧4月初9就要正式来实施。美国总统川普伫美国初二收办了后，伫白宫玫瑰园宣布，要签署行政命令，对无共国家扣无共税率的对顶关税。其中，美国要对所有进口商品扣10%的全面关税；对其他互人认为伫贸易活动中表现无好的国家，要扣更较悬的税率。川普宣告，美国的黄金时代来啊！今仔日就是美国的解放日。The friend is worse than the foe in terms of trade. But such horrendous imbalances have devastated our industrial base and put our national security at risk. If you want your tariff rate to be zero, then you build your product right here in America because there is no tariff. It's going to be Liberation Day in America. 川普讲，这天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上界重要日子之一。未来几年，当美国人民回想过去，会更加坚信川普政府做的是对的代志，因为这是美国工业重新加再一次好嘅日子。伊企业讲，美国扣啊变啊利用，互外国人抢夺的代志未搁发生，就业机会加本土制造会回流美国。China 67%. That's tariffs charged to the USA, including currency manipulation and trade barriers. We didn't want to it's very windy out here. We didn't want to bring out the big charts because it had no chance of standing. The European Union, very friendly. They rip us off. It's so sad to see. It's so pathetic. 39%, we're going to charge them 20%. 川普讲，新关税政策是美国新经济独立的宣言，其中全面关税伫美当初5透早0点有效，嘛检出差不多60个对美国逆差上大的国家征收正悬的特定关税，像讲对中国扣30%的对顶关税，国家现有的20%关税基础，搁加起来，安尼对中国的实际关税是54%。Tariffs are paid by American importers and will be likely passed on to consumers. The president says that this is going to attract a massive boom of investmen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billions of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ots of factory jobs. Economists are very skeptical. 迄天美国股市收盘4大指数小可起，不过川普是伫盘后宣布关税计划，所以收盘指数无法度完全反映政策的冲击。关税计划是为本来市场预测的相对温和变激进，美国机会集体大落，道琼机会马落超过1100点，标普500指数机会落3.9%，纳指100机会大落4.7%。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川普的对顶关税要对咱台湾扣到32%重税，这美国媒体嘛有讲，咱台湾对美国出口会减少63%左右。咱行政院嘛发布新闻稿，强调美国关税是无合理的，会甲美国来继续沟通。院长邓英潭嘛表示讲，今仔日来公布应对机制。
美国总统川普，美国当地时间4月7日正式公布对各国的对顶关税，采取相同设计，对所有进口商品扣10%的全面关税，对表现不好国家扣附加税。台湾是被点名，对美国扣64%的关税，所以反倒转来做到扣税32%的关税。其实放在整个亚洲来看的话，我们其实跟我们的竞争对手来比，我们都是比较高的。基本上这个税率课下来，其实对整个台湾不管是金融市场或者是产业的信心，我觉得都会产生蛮大的冲击啦。新政策按算4月7日就要生效，不过美国就是台湾第2大出口市场，专家推估后续出口引进会继续运转非常困难。另外，台商重要生产基地，比如越南、印尼等地，拢被挑关，受到真大冲击。各美国财经媒体推估，若扣32%关税，台湾对美国出口可能减少差不多是63%。恐惊和 GDP 减少3.8%。现在目前为止看起来，美国商务部对 ITA 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模棱两可啦。就是说，我觉得，但是你不需要敲锣打鼓去沟通了，你私底下赶快去跟他们沟通。因为台湾电子业过去受世界贸易组织的自信科技协定保护，甲美国维持 ICT 产品零关税待遇。以控制4年台湾对美国出口的集体电路金额达到77亿美金，甚至受保障美方态度暧昧。目前是表示钢铁药物甲半导体这项目暂时应排除。对加拿大跟墨西哥，如果说符合这个 USMCA 原产地规定的话，还是能够持续享有这个优惠。所以现在看起来，川普应该是要建构他自己所想望的一个 mega 供应链啦。美国商会也表示，呼吁台美双方伫面对愈来愈复杂地缘政治的时阵，继续深化双边贸易甲经济关系。另外，行政院长杜英泰也伫面册发文强调，已经伫经济方面来应行策略，就等政院公布，各界继续关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新北市的营区昨一号人家厝火烧，造成一对老母甲查某囝死亡。经过这警方的调查，所发现讲这死者翁婿涉嫌放火，讲是因为这翁仔某2人去冤家，一时情绪激动，就用赖蜡去烧塑胶，无想到讲甲规间厝拢烧去，互检方移送法办。大火烧甲真美，乌烟是呛甲真悬，这间人家厝规倒火。消防员去现场随报水线，不过规间厝拢已经倒火，内底一对母仔囝未赴走出来，当场死伫内底。看到的时阵，火已经拢饲出来，足烟烟嘛足大啊！啊，拍好车都还无来咧。我人，我要来发隔壁，这叫人紧走，嘛唔敢活来啊。我这听人讲，火灾要讲火烧厝啊。搁登去案件发生的所在，是伫新北英歌区一间透天的人家厝，这间厝已经烧甲规个乌乌。初二中昼12点外，火势为2楼开始炭。经过火调人员的调查，无排除是有人去放火，而且警方有锁定一个59岁厝主，伊有重大嫌疑。屋主当时发生火警的时候在现场，然后我们来的时候他就跑出去，一直找不到他的人，在救灾扑灭以后，后期才找到。代志发生的第一时间，厝主一个人离开的时阵，还佫一直咧踅踅念。警方甲带登去调查，这个厝主讲，案件发生进前，伊甲因牵手冤家，甲伊讨债几百块仔要食饭，若去拒绝，佫去礼。在情绪无稳定的情形之下，伊是气一个走出来，用赖达甲塑胶点火刀。不过，伊的某囝怎样安尼来死亡？跟老婆是从来不会吵架，因为他很怕他老婆。但是就有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钱都被他老婆控制。你要跟他拿一分钱，他老婆都不给他。专案的疑点真济，也要厘清。因若死亡的母仔囝已经伫咧初3早起上验，厝主经过警察讯问了后，中昼移送地检署。向涉嫌犯放火等罪嫌来侦办。公视新闻新北报道。今日中昼11点40分，嘉义甲台南地区发生规模4.9的地震，上大震度台南甲嘉义县拢有到4级。这地震中心表示讲，未来3天之内可能有规模4以上的地震尾。也昨半暝2点左右，伫咧花莲的秀林嘛发生规模4.9的地震。这地震中心推论讲，甲去年的4.3地震应该是无牵连。头前的荧幕熊熊喊甲真厉害，伫咧关电西拉亚国家风景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是惊一个赶紧徛起来看国家级的警报。拜四中昼11点47分，台南关电发生瑞士规模4.9的地震，上大震度伫咧台南市甲嘉义县有甲4级，地震的深度是7.3公里，甲大部地震离较远，初步研判是独立的事件。
那这个地震发生的成因就是刚刚提到的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大陆板块碰撞造成，然后它的应力会传递到西部，造成这个西部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地震发生。我们会判断说，在未来的3天，有可能会有规模4左右的地震。4月初3，花莲大地震满1年的这天，除了嘉南地区，拜时透早花莲嘛发生做是规模4.9的地震，全台湾13个县市拢感受会到。地震测报中心研判，去年4月初3的大地震，地震的序列已经结束，这个是独立的事件。一直到最近的1月、2月，它的余震的个数已经递减到将近20个以下，所以它的地震的余震的个数已经慢慢趋近于背景值。唔那是台湾，日本强基外海嘛同款伫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板块的地震带。拜三暗时11点外，日本强基外海发生规模6个地震。上大震度是4级，地震中心伫台湾半岛东边的海峡，加在无引起海啸。未来30年，它那个发生的这个几率还是维持今年1月1号的75%到那个82%。那简单讲，比较好记的就是80%。缅甸大地震了后，气象署并无观测到国内地震有各样的情形。虽然咱台湾是第一开发生地震的所在，民众若拄到地震，嘛已经感觉真肃常。不过专家提醒，防灾的准备要是来做好，才会当甲灾害的威胁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4.3大地震已经满1年啊！这花莲观光游园是救不起来。这观光署嘛统计讲，到今年的2月，这花莲县就已经有31间的旅社甲饭店业者关门，也是转手经营。那以今年的这清明假期来讲，订房的状况也比去年、往年佮减少3成左右。大大细细的石头一直为顶悬落落来，土粉嘛规个硬硬飞。后一秒，就连汽车的挡风玻璃嘛当场破起。花莲4月初3的大地震，到达已经满1年。不过想到苏当时的情形，在地人也是感觉心惊惊。完了，哇，那个中风完了，石化完了，比平常的石头崩落的太多。那时候真的是咬我很久，时候好像喝酒醉了，我想甩过去，而且结果被他甩到椅子那边去。断电、断讯、断路、断水，全部不通。04、03那天多恐怖啊！那个山啊，全部是灰尘。几个部落的族人，还有3月村的员工出来讲，受到地震发生的过程，还有地震了后这1年来所有参与救人、救灾、甲修复等等，这工作人员因的心情。尤其这个期间真正发生地震尾，连续落大水雨，还有几个风台安尼夹，嘛互修复的过程变得真困难。地震完之后的余震，然后余震完之后的连续几个台风，我们去体验到的是与自然共处的时候。好像不是一股脑的去建设或是去修复，它就真正能被修复。中间之路是真无简单，大地震嘛严重损断花莲的观光。根据交通部观光署到今年2月份的统计，甲去年同期来比，花莲县已经有31间旅宿业停业或者是拍予人。从去年到现在，目前来说，我们认为大概还是有5成左右的衰退哦。大家就是业主。忍痛当断则断，因为可能我多开1天就多亏1天，所以才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业者讲，自由行甲旅行团的人客拢减少，以今年清明连假订房的情形来看，嘛比永过同期减3成左右。土地静养休困，中间加园的工课要持续的进行。受灾户的租金补贴也已经核定1190户，我们核拨的金额超过1亿余元。目前自有房屋最长可以领将近2年的补贴。我们为了提升花莲灾后房屋耐震的能力，中央已经核定50栋落成补强的案件，并且将补助上限提高至1500万。针对社区中间的部分，内政部表示，天王星大楼甲统水大楼是采自主独建的方式来办理，另外福一建华大楼是由中央介入协助，还有办理代替的工程。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缅甸的大地震发生到今已经超过3000人死亡，也有真侪人是下落不明。即马灾民的处境是非常艰难。联合国的警告讲，即马当地包括食物、药啊、甲用水是各项拢欠。受灾上严重的曼德勒周边倒去的厝，也阁有救援队无用的情形，世界拢看到。也若各个病院内底各种伤者病人，更加已经无够所在是开甲满。The needs are massive and they're rising by the hour. The window for life-saving response is closing
And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families are facing acute shortages of clean water, food, and medical supplies. And yet the crisis is still unfolding. While we were there were multiple tremors that were continuing, and the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were ongoing. 地震除了予上清上班的民众无家可归，干那因住伫街路上，也原本就已经不足的水电供应是更加无够。联合国人员指出，欠缺清洁水源除了影响民众饮用水，也严重威胁人体健康。亲像脑透症、食会少、水源污染而断开的疾病，也有天高热、肝炎、马拉利亚，都会因为欠缺清洁水源甲医疗设施而继续一直断。各国除了派遣救援队协助继续找生还者，也有医疗团队已经出发到当地。像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 也调集医师甲护理师总共32人到灾区来協助搶救傷者，也有一個感染病的防治。我々も普通発災してすぐにですね行ける体制を整えますけれども、非常にミャンマーはなかなか難しい国でもあります。入国の許可とか、あと査証が取れる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もいろいろあって、我々の出発も31日ということ、30日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た。受灾除了缅甸，邻近的泰国也报道幸免。根据当地媒体报道，28地震迄天，邦国2栋90层楼高的大楼又较真严重，联络空桥也断水断线。如果当地韩国侨民款永顺当时正伫52楼的健身房运动，地震一来随拍算离开，要去找人伫隔壁大楼的家后，抑个走囝。空桥登记的迄时间已惊险跳过，需要甲家后走囝团圆，也真说地震灾情内底少数互人安慰的消息。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继续来看南亚国家孟加拉，这全国大约是3500万名6成的囡仔拢面临盐中毒的风险。那讲到这个盐中毒，唔来造成囡仔营养不良，佫会影响脑部发展。目前伫咧孟加拉生产的食品加这七套米当中，拢有过量的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违法的电池回收工厂所造成污染。阿克特的妈妈咧陪伊写功课。阿克特今年11岁，毋过外表看起来真矮，比实际年岁少几啊岁。因为伊的血内底有毒的物质盐的含量伤过悬。南亚国家孟加拉总共3500万的囡仔面临盐中毒的风险，这占全国囡仔差不多60%。经过检验，认定阿克特血液当中的盐含量高达世卫组织所设定正常值的2倍。这造成囡仔严重不可逆的智力伤害。কি হবো মানে কেমনি হইব কোন ভাবে এটা ভালো হইব এটাই তো আমার দরকার যে আমার বাচ্চাদের তাড়াতাড়ি ভালো হয় সুস্থ হয় এটাই আমি চাই সব সময় যে ওই শিশার জন্য আমার বাচ্চার ক্ষতি হয়েছে সবার বাচ্চা ভালো আমার বাচ্চার এরকম ক্ষতি হইলো আমার বাচ্চা গেছে বুঝেই মানে আমার বাচ্চার আমার বাচ্চা যদি না গেতো তো আমার বাচ্চার এরকম সমস্যা হইতো না阿克特的妈妈将这原因讲是附近专门收报废汽车回收汽机车电池的工厂。虽然即马已经关起，啊，毋过说好这土地甲空气严重遭到污染。附近居民甲社区卫教人员也讲，这间工厂为2015年以来一直非法生产烟头电池、碳底醇，这也互这囡仔出现体重减轻、较会上课无专心、甲犯错这症头。啊，毋过严重度是无形的，所以囡仔妈妈无法度意识这问题。可能甲因讲，随时爱洗手，而且提供营养的食品。When we did a study of rapid market study, we found that in the daily commodities, in the consumer products, they are lead contaminated, which is like aluminum cookware or ceramic foodware, toys, paints. Another major source of lead pollution is that informal use lead acid battery factories. 研究环境污染的组织发现，盐中毒在孟加拉是真普遍，可能原因有真济，像上伫油漆内底用重金属，或者是将盐掺入姜黄粉内底，或者香料看起来色水正水，吸更较侪人来买。当然，还有非法电池回收工厂这问题。啊，毋过因为市场需求太悬，这种类型工厂伫孟加拉各地是增加真紧。公视新闻新竹培编译。中国昨发动海峡雷霆2025A 军演，自称是圆满来结束。咱国防部拢总查到中国军机来59只，军舰来23只，公务船来8只。在军演期间，中国嘛发布几啊支影片，头一届是模拟攻击咱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那针对这届军演，包括在美国、英国、欧盟、甲日本等国家嘛，拢有表示关心。
中军车子发动海峡雷霆自025A 对台军演，尾马表示圆满结束。根据咱的国防部长函，总共赴50只的强机、13只强舰加8只公务船绕台。军演期间，共军也射出真侪底片，其中一部飞弹拍中的目标外观，甲高雄市永安区天然气接收站是正共款。中国要尝试在必要时候就利用这种所谓的非战争手段截断台湾海上运输以及这个基础设施包括能源、汽水电等等的破坏，意图打击台湾的社会士气。中军第一摆武器攻击咱的关键基础设施，军事专家分析，主要目的是放大威胁的效果，影响民心。不过也建议检讨紧急进行的能源方案，加强化全民防卫韧性。对中共连续2日伫台海周边进行大规模军事演练，国际社会是高度关切。The president i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encouraging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se cross-strait issues, reiterating our opposition to any unilateral attemp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or coercion. 美国国务院用强烈字句表示，中国对台采取一直进逼的军事活动，可能会加重紧张局势。英国外交部发出声明，表示台海和平稳定对全球繁荣是正重要。欧盟也主动表示反武力、反威胁的立场。日本对高官帮中官林凤静搁一摆强调，会继续关注台海局势上新的动向，搁做好周边海空域的警戒监视。We can never forget that our number one job is to create peace through overwhelming strength, and if need be, fight and win our nation's wars. 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最近伫人事听证会顶悬提交的书面答询当中指出，中国继续推进军事能力现代化，佮投资先进武器系统，台海两岸军力严重失衡，承诺若疫情明显通过，会检视台湾的需求，佮继续支持台湾维持强大自我防卫能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即马两岸关系紧张，这总统赖清德嘛提出国安17条，要防止中国统战。为了避免国人去中国食头路，去予中国来吸收，这劳动部嘛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禁止中人介绍国人去到中国做工课。详细法规会继续来检讨。美中台关系一直变化，两岸关系也无改善。为响应中国统战渗透，赖总统提出真侪项反制措施，为避免国人去中国工作遭到统战渗透，甚至是透高科技的技术。劳动部已经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求民众外国人去中国食头路。原本在就业服务法第38条就有明文规定，台湾的这个民间私立就业服务机构要办理特殊的中介业务，要劳动部来许可。现在政府特别又把这个相关的规定在耳提面命，而且是更强调严格的执行。我觉得还是跟近来这个两岸关系整个大的严峻的局势是相关。除了禁止中介，也禁止刊登无经过许可的中国工作广告，法规会继续检讨。不过，北去中国工作民众表示，虽然政府管制措施也是透过朋友介绍才管道得到去中国工作的消息。想再去这边吗？我其实会说，老实说，挑战看看，会到一个就是完全不同的环境跟制度下，我觉得是一种个人的这种挑战，我会想要去。对，根据主计总处的统计，个人到中港区工作人数一直减少。2023年只剩11.7万人，甲疫情进前的39.5万人，用要减少剩一半。台商的一些产线布局，制造业是逐渐移往东协地区，科技业这边则就移往日本、美国这样的一个趋势情况下，确实带动国人呢向往这个海外工作地点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转变。人作专家并别表示，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之下，中国已经不是台商投资的第一选择。再加上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高，台湾无阁有优势。若要旅外工作，美国、日本以外，经济一直起飞的东南亚，这几年拢是优先选择的地点。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前立法院长游锡堃的办公室助理盛楚英，即马是向表示讲，自从2019年去到中国读册，就去中国来吸收，6年来一直咧偷摕立法院的机密文件，检方是认定违反国安法，以20万来交保。民进党嘛，伫咧事件发生了后，对党内全面清查。将按外头的查甫人盛楚英，捌担任前立法院长游锡堃的办公室助理，互人夜讲牵涉强调案，6年来向中共真侪解泄露立法院的机密文件，收几落百万。检调调查了后，认定盛楚英违反国安法，进前入令20万交保，采取电子监控。检调将后盛楚英2019年去中国读册，去互对方吸收做报备啊。国家伊较早伫立法院民进党团真熬交陪，伫真侪个立委办公室任职，包括游锡堃、罗美玲、郭玉晴、柯地格等人。游锡堃伫册字表示，盛楚英2022年4月中告职，发现伊行为怪怪，较无1年都无过续聘。伊到尾也是担任罗美玲的助理。他在我办公室其实也就几个月时间，我们也完全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异状。对，那我们目前还是整个都还是状况外的。针对外界关心盛楚英敢有经手各方机密资料，罗美玲表示，伊敢若负责准备这份资料。民进党伫案件夜空了后进行全面清查，发现也是有立委的助理去澳门无通报，柯立基证实是伊的前助理已经离职。针对本办同仁疑似赴澳泄密一事，办公室于日前发现其行为有异状，便已请其离职。若有违法，绝不宽待。共产党对台湾的渗透，那我们呼吁朝野所有政党应该要一起来支持相关法治的强化作业。针对立委助理强谍案，民进党表示支持司法侦办，呼吁调查强化台湾国安法制。不过，国民党批评强谍原来就伫本年时指控飞碟藏伫民进党的办公室。民进党一直在抓共谍，甚至不停的污指在野党的委员是通匪，是共匪立委，结果原来匪谍就在本能寺。知影化工检调爱查明泄露秘密严重程度，是毋是有强犯结果？嘛要求总统赖清德对外说明。对这件代志，总统府回应无针对个案评论。不过任何人只要涉犯背弃国家、做出渗透还是统战行为，拢应该用上严厉的制裁。记者综合报道。马街病院的病院系统今年2月去骇客入侵，在警方调查发现有北京的病院甲学校、上市公司同款拢受到攻击。目前是查得嫌犯是中国一个伫资源公司接头路的20岁少年人，已经发布通缉，那且中国盗猎人。暗网有一篇大文，也讲马街病院去骇客入侵，千万病患个资变交易商品，开价超过300万。经过警方1个月调查，锁定幕后主嫌 Crazy Hunter 是一个中国浙江20岁死落的查甫人，伫对方做治安的工作。从骇客入侵来的 IP， 还有他的恶意程式以及他的攻击手法，来掌握到犯嫌。这是警方首次证实境外骇客的真实身份。那马街受害，中华基督教病院、亚洲大学、亚大附医甲3间上市公司，也互共一个骇客用卡油病毒攻击，讨80至250万美金。嫌犯搁伫暗网讲，有2间机构付钱甲资料讨倒转去。上市企业进前也有发消息，拢讲无个资也是档案外泄。不管医疗单位或者是上市柜公司，目前还是一样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这个。预防可能会有治安提升，通常是法规上面的这个考量。专家嘛分析，卡油病毒若是入去电脑，就完全无法度复原文件，也无排除骇客是有意偷摕机密。即马专案移交检方，认定死落的查甫人已经涉犯恐吓取财、告知法等罪嫌。4月7日已经发布通缉，警方表示会借用2方强大机制，请中方协助侦查。中国大陆的公安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部分，是不是要协助配合来帮忙来做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其实事实上是会有一点难度。2方关系链，中国是不是出手相助，或者无信心？只是骇客入侵的对象为较早公部门，即摆换做病院、学校甲民间企业。专家点出，民间的治安防火墙，老旁未少有改进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
劳动部进前工课场霸凌员工行地落职案，前立法署北分署署长谢义勇目前是羁押禁见。这检方是宣告侦查结束，依照涉密贪污等罪名改起诉。也针对霸凌的部分，检方是表示讲，员工受未开和谢义勇的管理方式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是判定不起诉。穿乌衫、目屎夹的行礼会室内，前劳动部劳动署北分署分署长谢义勇涉嫌涉密独立厂商，检方伫拜三依照涉密加贪污治罪条例，侵占公共加公有财产加独立罪起诉，不过这场霸凌部分无起诉。要为了北分署亲生同仁以及社会瞩目的案件，跟社会大众致上12万分的抱歉，非常对不起大家。案件侦结的结果出来，外界上注意的这场霸凌，检方是讲公务员自杀加谢义勇领导管理方式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是无起诉处分。我要郑重的跟家属抱歉，我没有保护好你们的孩子。谢义勇目前羁押禁见，检察官总共起诉谢义勇等7个人，包括4楼、4间、4柜在北分署的人员，一个厂商4林的兄弟，只有投标资格4次的业者，依照违反政府采购法等罪嫌起诉。检方讲，谢义勇伫咧任内要求员工甲特定厂商讨论，未输敢若是替特定厂商互项采购案。另外，一个北收总价值2万外块的31个礼盒，涉嫌涉密加盗利等罪嫌起诉的部分，按算后礼拜移送新北地方法院审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地方的大消息，2025年大甲妈绕境进香，这初四暗时10:45分特别起价，按算初5特别到彰化。为了避免搁再有大批人马冲出来抢救，警方今年是搁再出动机动应变队大型来演练。初5这天，在彰化市区嘛有交通管制。两阵人互相抢渡，愈弯愈大声，强要拍起来。这时阵，警察出动，赶紧甲人隔开，避免发生冲突。2025年大甲妈了警，预计初5会行到彰化。过去彰化常在发生抢救的冲突，彰化县警察局今年搁再出动机动应变队，嘛进行维安演练。绕境期间特别成立机动应变队，主要的成员有本级的教官，还有特任小组。那共计42人。我们教官助教都具有跆拳跟柔道的专长。如果遇到冲突或是有任何违法事情的话，我们一定会使用公权力去制服这样。彰化县警察局表示，机动应变小组的成员拢有柔道、擒拿等等的技术。小组成立以来，无发生过了境冲突。经过评估，今年警察出动2558人，比去年减450人。另外，马祖桥到位的时，部分的路线也实施交通管制。4月5号，那大概下午左右，銮轿由这个大渡桥南端进入彰化市区。那我们的管制点是中山路到这个金马路这边南下的车道，我们封闭。根据镇南乡的统计，去年了境进香吸引正8万人参与，今年起价阁拄到清明连假，预计参与的人数可能会破纪录。警察局嘛提醒民众参香过程，请配合交通管制，尽量使替换道路，加利用大众运输。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那讲到清明爱食润饼糕，伫咧台南受打，平常时是咧卖鱼，到清明就开始改卖润饼。这家己嘛业者是干那串料，就串到半暝，一透早就卖超过500斤。手顶摕着米团，伫炉顶面画一空，无一个爱时间，一张一张的润饼皮就已经做好。清明年假来到，做润饼皮的业者已经对半暝啊12点，无用到透早，经出动将近10个人协助，估计已经是卖出超过500台斤。从早上做到现在，可能500斤有了哦，好多人哦，2个家庭的哦，应景的对啊。润饼皮的每台斤大部分是维持200块，无起价。但是嘛是有民众，不管是祭拜先人，或者是家己食，介意买已经包好的润饼糕，
因此，包括台南阿伯寮市场、嘉义埔子第一市场，以及高雄美丽岛这文章附近的店家，一透早嘛出现排队的人潮，民众平均排队超过1点钟。用肉粿无的，差不多2点才回去。这个一工做爱卖几个？唔知影嘞，刚刚你这较济人尔。哦。到明仔载。平常在这边卖鱼啊，清明节包春卷、肉粽，我们就卖肉粽；汤圆就卖汤圆。有啊有啊，我都会买啊。春卷的价钱有愈来愈贵吗？还是还好？当然是会，现在什么都涨啊。虽然每一斤的用料是大部分拢相同，不过食起来滋味味觉是拢无共款，民众嘛拢有无共的介意的原因。清明连假这几天，将的是润饼糕入卖电风期。公司新闻政府南部综合报道。儿童节要安怎过？台南市的口碑实验国小，互学生囡仔轮流就台来唱台语歌来庆祝，嘛希望互囡仔练就台唱台语歌，勇敢来开嘴讲母语。囡仔轮流上台唱歌，有人唱流行歌真有班，哪唱哪跳真活泼，嘛有人组团合唱在地的歌，学校风雨球场真做大型舞台来办这场户外演唱会。囡仔上台哪像歌星同款，大家听众是听甲真趣味。延续机会母语日，台南市口碑实验国小办唱台语歌庆儿童节活动，互囡仔一个舞台通表现，感受用台语唱歌的趣味。台语是台湾本来的母语，所以一定爱唱台语的歌。我今仔唱最后一个，搁有爱着才知影听这2首歌，互大家听。我感觉台语是足好的语言，我介意听，我介意唱台语的歌，互大家听。我一开始有一点仔惊，但是后壁就袂啊。校方讲，学习母语唔单单是伫课内尔，日常生活嘛通浸水式来学习，效果会更加好。这回比赛因开放全校自由报名，个人甲团队组加起来拢总20队，大家囡仔先拼先。比赛嘛有评审老师以囡仔发音声情来互因建议甲鼓励。台语就是伫咱的生活当中，若是讲话，也是讲像因家己安尼唱歌，还佫会炸即个动作，安尼就是规个就是拢足自然的啦。阮学校吼，其实推动母语吼是延续性的吼，嘛希望讲即个母语呢，就是伫即个日常生活内底咧学习，会当吼来练习，会当来表演，吼互因有一个表现的空间。口碑实验国小表示，学校未来会继续透过教学课程甲生活化来杀母语教育。这回囡仔唱一首歌，团结群情，嘛唱出语言文化的底蕴，互讲母语成做咱后一代的囡仔心中真实行的语言文化。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伫儿童节前一天，在台湾玩具图书馆办活动，提无人要爱佚佗物仔设计做游戏的关卡，嘛希望互囡仔伫咧游戏当中学着环保，学着甲人分享。最后嘛要甲遮的佚佗物仔重新整理，关好育养院。这是我最喜欢的衣服，艾莎。这个妹妹家己打扮做公主，这个所在是新北市台湾玩具图书馆。伫遮佚佗物仔拢是原本无人要爱二手佚佗物仔。这届玩具图书馆伫咧儿童节进前举办玩具复活节活动，互囡仔的变装二手衫，嘛有甲佚佗物仔打造做关卡，互囡仔伫咧游戏当中学习环保和分享。是这边提供的二手玩具，有些都是新的，不见得说都是二手的，有些家长都放到忘记了有。根据新北市玩具银行的统计，因成立到今9年的时间，已经回收237栋的二手佚佗物仔。目前玩具银行伫咧海内外拢总有1176个据点，互人来关无要爱的佚佗物仔。一寡佚佗物仔经过志工的整理修理，也搁重新再做出47万件二手的佚佗物仔，关去育幼院。我平常会把不喜欢的玩具捐出去。我们需要非常大量的人力跟时间来做分类，所以去年我们所运用的志工的人次超过15000人。一寡伫咧台顶跳舞的时代，拢是关顾图书馆的志工，因为负责甲人关出来二手佚佗物仔洗清气、修理咧，再搁替这佚佗物仔找新的主人。关顾图书馆唔但互二手的佚佗物仔有新的生命，关顾图书馆也因为时代和囡仔的互动，打造出一个充满爱的环境。记者陈阿选、谢桂林新北报道。
伫咧最近这2年，伫咧花莲甲台东的青山地带，定定拢会出现台湾乌熊，有时阵会无细力去中着陷阱。顶个月，林保署台东分署甲在地原住民部落，就去救着一对乌熊，现场急救，现场野护，嘛创下全国的头一个。延平乡桃园部落巡守队3月底伫海拔700多公尺的山坪发现一只倒前骹被套索套掉的乌熊，后来搁伫10公尺外也发现一只同款是倒前骹被套索套掉的乌熊，一直咧亮。巡守队马上通知台东林保分署甲附近永康部落，动员40多人到山区救援。兽医师下麻醉清了后，将刷到较病所在马上治疗。好佳在2只乌熊拢是镜头部位受伤。这摆幸运的是，台东林保分署拄伫延平乡举办乌熊保育活动，就马上派出专业的工作人员到场协助，完成全国第一例现地急救清创了后野放的记录。受困的2只黑熊呢是1公1母，公熊的体重大概在60公斤，母熊43公斤。那2只黑熊其实在前肢都是轻微外伤，那经过清创之后，评估没有感染风险。台东林保分署也发现这把乌熊误中陷阱是经过改良式的套索蜡具，才减轻乌熊的伤势。呼吁山区的民众要防止乌熊侵扰，拢用改良式蜡具，应避免乌熊严重受伤。公视新闻台东报道。新北的沙林堡大都会公园今有办家庭野餐日的活动，900户的家庭坐伫草坡顶野餐，囡仔人嘛有大空间会当四界走，有学校团体嘛有民间团体，甲济农民做伙来规划食农生态济相关的活动，嘛互囡仔有通耍，嘛会当学习到要安怎来关怀这片卡大的土地。喝蜂蜜有什么好处？第2个是蜜蜂怎么把蜜带回来？你要回答哪一个？旁人问问题考试，互囡仔去找答案来完成关卡，嘛补充生态知识，互家长和囡仔通了解芳。现场阁有芳箱，互民众通看到芳的模样和行为，真有教育意义。4月初3这天天气真好，真侪家长带囡仔来参加新北市的家庭野餐日。这个活动办到今已经10年，有真侪食农教育的活动，互囡仔通实际了解农业甲咱生活的关联。其实，在城市里很少会看到蜜蜂这类的昆虫了，可以这样如此的亲近大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内容是真多啦，我是感觉囡仔来这边嘛是会当学到做侪物件嘛真好安尼。另外，也有新北市8里高中的生物老师参学生做伙来摆答。老师表示，因为学校在关阴山山脚生态非常丰富，常常会出现蛇，为着要让学生了解蛇的生态，所以有成立生物研究社，带学生学蛇的相关知识，嘛了解安怎照顾蛇。伫咧家庭野餐日这天，老师训练学生正做知识的传授者和民众互动。我问说，那个被蛇咬的话怎么办？那小朋友就学到说，就要把它拍照起来，跟医生讲是什么样的蛇的种类。对，这很不错。可能会说遇到毒蛇，我们要把它打死，避免大家被咬。可是其实很多毒蛇都是保育类，那我们保护它都来不及了。然后加上它是生态系中的比较高级的消费者，所以其实它在环境中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家长表示，会当含囡仔伫都市内接触到在地农业生态甲食农教育是真难得的体验。家庭野餐日的主办单位新北市府希望，互囡仔自细汉都通培养对土地的关怀，伫咧未来进一步实践环境永续共好的目标。记者卢尚书、郑俊佑新北报道。讲到南美国家巴西，较早若是住伫咧散车地，囡仔伫咧学。公视新闻，但是当朋友。冰岛西南部前几天的早起，先是连续咧地动，了附近的一座火山随着喷发。官方是警告讲，目前地动的活动是也未停止，火山恐惊嘛继续喷。另外，渔猎是有一粒岛是当咧扫大风雨，崩山断路，连只救护车就浸伫咧水里。浓烟对涂骹冲出来，各位当看到红色的火光。冰岛的西南部一个火山的附近，伫当地时间初一透早是发生真接的地动活动，接落来伫9点外正式喷发。官方已经要求附近一个渔村的居民较紧撤离。冰岛火山伫最近几年是喷发较真接，敢若是伫首都雷克雅维克南部的地区，对2021年以来就发生过10摆。冰岛官方讲，这摆喷发只是开始，未来几天恐惊有更较侪摆。 The fact that seismicity so intense seismicity is still ongoing is a clear indication that the event is not over yet overall. As such, what we are considering now is that while this seismicity continues,
there is still possibility for new openings along the dike. 镜头个转去南澳，希大的帕罗斯道路大水河，造成一条溪是熊熊淹起来。本地是观光胜地小镇，车路一日互土水淹起，甚至连救护车拢掉伫水内面。Έξω από το δημοτικό σχολείο δεν έχει ξανασυμβεί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Το ασθενοφόρο μάλλον θα το πάρει. Το πυροσβεστικό ακόμα στη θέση του, αλλά είμαστε οριακά. Δεν έχει ξανασυμβεί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当局宣布附近几个岛市的学校是全面停课，而且要求民众踮伫厝内。目前官方搁伫统计死伤的人数。另外有媒体报道，已经有40台车互大水冲去。公司新闻优派准备约。下晡报天气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25度。中部地区21度到25度，南部地区22度到28度，东部地区19度到23度，外岛地区15度到25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那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